他说我们就当朋友吧，但那一晚你们却赤裸相拥，这是欺骗吗？还是一种沉默的默契？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被人避而不谈却真实发生的现象。在华人文化中，客气和婉转是基本礼貌，说只是朋友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自己表达渴望，或是他也還未理清自己的女神。中年之後身體不再衝動，感情卻更敏感，他有的是被理解而不是被定義。對中年女性來說，輕不再是青春的火娃娃，而是一種無價，一種確定，我還是必須要的。有時候不是他主動，而是他不自覺。我也想有個人靠近我，只是他沒說出口的句子。年紀越長，關係的直線越模糊，情人、朋友、伴侶，有些人是身體先靠近，身材慢慢跟上；有些人發生友情，也還是可以當朋友。中年的友情可能比年輕時的愛情更真實。如果他說只是朋友，請不要記住嫉妒或否定，也許那是他最後一層寂寞保護。如果關係往更親密嘅方向發展了，不需要收回。人到中年，能互相理解與陪伴，哪怕只是短暫的身體接觸，也是一種溫柔的招數。